台南市东区一名妇人日前于网络社群上看到谢金河投资群组广告，不慎误信诈骗集团以投资未上市股票及标股等话术，蛊惑妇人陆续面交10次，总共交付了1200万后，妇人想部分出金，却还被诈骗集团要求再加码100万才能进行。如此要求让妇人心更不安，前往后甲派出所咨询，警方当场就告诉妇人是遇到了诈骗。本所日前接获妇人报案，称加入谢金河投资群组，已经面交10次，交付1200万元。欲提领出金的时候，诈骗集团又表示要缴纳保证金。此时妇人已经没有钱，至派出所咨询的时候，才惊觉他受骗。所幸警方检视诈骗集团与被害妇人的对话，发现诈骗车手近期还会到妇人家中取款，便与妇人合作，将诈骗车手诱捕到案。检视被害人与诈骗集团的对话，发现被害妇人她每次这10次的面交中，取款车手均是至被害人家中提款。我们觉得这一件还有突破的机会，便与被害妇人合作，诱捕这个车手至被害人家中取款的时候，当场予以逮捕，以诈欺现行犯解送台南地检侦办。定期啊，小姐。啊。来，好，你上来讲，挂掉。我以为来跟人做生意。我今日超市9点半。非常模式。诈骗案件中，往往以投资诈骗被害人的损失最多。诈骗集团在网络投放广告，以名人投资投放于脸书、YouTube 甚至是 IG， 诱使有兴趣的民众加入投资群组，再借由1对1的专人诱骗，以高获利、高收入、稳赚不赔的方式投资虚拟货币、未上市股票，甚至是标股，还有股票抽签的方式取信于被害人。第1分局分局长王子雄表示，诈骗案件假投资诈欺类型中，诈骗集团常以稳赚不赔、低成本、高收入、投资虚拟货币无风险等话术来诓骗被害人，呼吁民众千万不要轻信来源不明的投资管道或者是网络连结。民众有任何诈骗相关的问题，都可以随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洽询，期盼警民携手合作，打击诈骗集团。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。